幾日前啊，日本嘅首相菅直人竟然破天荒咁對喺20世紀上半葉曾經侵佔管治數十年嘅南韓公開致歉。於是唔少曾經喺太平洋戰爭之中俾日本侵略過國家嘅人民就會聯想到，點解日本政府只係對南韓道歉，就冇對其他被侵略國家道歉呢？其實只要睇多一啲日本政府，特別係軍方同埋極右派出版嘅歷史或者教科書，例如好似自衛部朝雲出版社嘅大東亞戰爭史系列，大家就自然明白日本政府對待前東亞被侵略國家嘅基本立場，其實係對所有國家都不必道歉嘅。呢個政府拒不道歉嘅基本立場，仲有好多日本人民都支持嘅。咁都得？可能你要問我有冇搞錯？我嘅答案係確實如此。首先，好多日本人民都認為日本只係俾美國打敗，唔係俾中國或者其他東亞國家打敗。從日本嘅武士道精神嚟睇，打敗嘅一方先至會錯。我都冇俾你打敗，根本就冇錯，點解要我同你道歉呢？只不過呢種武士道心理，文明一啲嘅人會覺得太野蠻，依家就唔方便直接講出口。你要睇多啲三島由紀夫嘅小說，先至有可能領會到嘅。其次啊，日本極右派出版嘅歷史教科書都認為啊，日本攻打中國同埋東南亞，曾經嚴重嘅打擊咗國民黨勢力同埋啲西方帝國主義，將英美法韓呢啲歐美國家通通都趕出東亞地區，咁樣仲唔係協助你哋啲國家喺戰後改朝換代或者係迅速獨立咩？講起上嚟，日本唔單止冇罪啊，仲大大有功添。再者，萬一呢班國家嘅人民打蛇隨棍上，得閒就揾班礦工同埋慰安婦就嚟日本法院嚟控告日本政府，就追討民間賠償。咁樣日本政府就唔單止好鬼煩，仲好鬼醜怪添。至於最重要嘅實質問題啊，即係被侵略國家嘅民間賠償問題呢，到而家日本政府一啲都冇鬆過口，一於就唔俾機會所有東亞被侵略國家打蛇隨棍上啦。為乜嘢日本嘅政策大變呢？其實呢樣嘢同朝韓天安艦事件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嘅大變有關。作為美國嘅軍事盟國，日本一定要協助美國打壓中國嘅崛起，就要先同南韓搞好關係，先有可能壓抑中國同埋朝鮮。至於美國點解要加緊壓抑中國，呢樣嘢要同中國軍方首次宣稱南中國海都係中國核心利益，有可能改變鄧小平先生嘅韜光養晦嘅外交政策有關。總之依家就時勢逼人，中國迅速崛起，日本為咗對付中國同朝鮮，就必須要有效拉攏南韓。依家咪死死氣咁對南韓講幾句空頭大話，係咁意道歉一下咯。